呢個咧係我最近喺出面食過最好食、最有意思、最啱我口味嘅粥底啦。呢餐9個人，合共消費1990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江莊園 Theo， 又係一期遠古素材，時間翻到去2023年11月份，當時嘅我哋咧十分痴迷於尋找順德地區嘅深夜好店，於是果斷開車數10公里啊，大白啟係一間咧就連某點評都冇收錄嘅老字號，好鬼神奇噶，據說咧已經開咗30年，主打嘅咧係一煲靚粥啊。順德地膽大佬一早咧就訂好咗房噶啦，成張菜單都係時價，有啲搞笑啊！炒粉排骨石螺黃沙蜆咧，其實都唔係我嘅目標，主角啊必須係水鱔青養粥同埋肉蟹粥。如果係平時咧，呢個肉蟹粥咧就已經夠晒頂癮噶啦，蟹肉嘅鮮甜都入晒啲粥入邊噶啦。兩個粥嘅粥底咧，其實都係一樣嘅，發菜瑤柱腐竹福果粥。粥嘅狀態咧相當綿滑，幾乎連米花都睇唔到噶啦。飲喺嘴入邊嘅感覺咧相當絲滑，佢嘅濃稠程度比我喺澳門食嘅盛記白粥咧更加啱我口味，我強烈推薦啦！今晚嘅至愛咧都仲係呢煲水鱔青養粥啊！潛藏其中嘅甜味同頭先嘅完全唔同，甜味更加突出嘅。本來青養嘅甜味就已經幾唔錯噶啦，再加埋水鱔，產生咗1+1大於2嘅效果。喺我感覺當中啊，水鱔同水蟹都係一樣噶，都係用嚟出味啊提鮮嘅食材。本體其實咧都比較雞肋噶，但呢度嘅改刀處理咧就好有意思。鱔皮同鱔骨嘅改刀咧相當工整，長長地一段嘅鱔皮食起身咧相當過癮，而且連鱔肉都單獨改刀出咗呢種冇骨刺嘅狀態，大啖咁食鱔肉又唔使掠骨嘅體驗，真係太爽啦！大家盛讚嘅啫黃鱔同啫田雞咧就冇生喺我嘅審美之上啦。黃鱔口感偏腍，田雞調味過於厚重，掩蓋咗田雞自身輕微嘅鮮甜。炸青養成隻生炸噶，食起身咧相當有意思，回油處理幾唔錯，調味適度，仲可以食得出青養嘅微甜。肉雖然輕輕偏乾一啲，但瑕不掩瑜，值得一試。呢餐9個人，合共消費1990。有嗰句講嗰句，毫不誇張咁講啊！呢個咧係我最近喺出面食過最好食、最有意思、最啱我口味嘅粥底啦，係值得開數10公里而嚟就為咗食呢一啖水鱔青養粥噶。不過當日大家咧似乎都唔算太肚餓，菜嘅份量對於我嚟講都仲係有啲少啊。好在呢度距離另外一間咧我幾中意嘅店就5分鐘車程嘅啫，銘香茶樓。呢度嘅白斬雞咧依舊優秀噶，皮爽肉滑，淋面嘅薑蔥豉油依舊優秀，有獨特嘅鮮味。一人一個黃鱔排骨煲仔飯過後，我哋都終於心滿意足啦。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